Hey，大家好，我係 Lotus 溫哥華地產經紀。今日介紹一個咧好靚盤，one bedroom one den concrete 嘅 building，近住 Richmond Centre， 3分鐘至5分鐘就行到 Richmond Centre、Richmond SkyTrain 同埋 Public Market 巴士總站，完全好方便。咁呢個房嘅特性咧就係對內園。嗱，佢個地址咧就係6026351 Buswell。而家帶大家睇下，跟住我嚟。依間房750尺，一房一個廳，個廳係大到可以，都可以當第二間房用。嗱，咁如果大家對依間房有興趣，想知更多嘅資料咧，或者投資自住物業咧，可以聯絡我，我可以盡快覆返俾你，再同埋呢個 appointment 帶過嚟睇啊。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Thank you，拜拜。